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六，旧历的11月11，礼拜五。新闻的头一条要来讲，老大人骹手有较钝，反应有较慢，开车就路有稳撞的危机。来看台南这个老先生要驶向前，煞去拍到马库洞，结果规台车倒退路一直弄到机车，弄到轿车，各位路树甲挤落去。坐伫边仔太太是惊甲破胆，叽叽叫。 车内乘客叽叽叫，原本要开出去的车向阳转八股，去弄到路口直行的起诉。那个一路去弄到停车场的指示牌、路树甲两台车。哎，笑死啊！哎呦喂啊，你是安怎呢？驾驶的太太惊甲是气拢强要喘袂起来。啊，你即摆是安怎啦？ 这件车祸发生在台南，就是75岁老先生载的太太要出门，要向前线变马股地输车祸，类似高龄驾驶出意外，近年来比例是愈来愈高。根据统计，高雄今年度65岁以上开车发生交通事故，总共造成61个人死亡，8246个人受伤。警方呼吁中驾业反应比较较钝，加上注意力无集中，开车、骑车上路拢有风险，要尽量避免，才袂容易发生意外。